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虽然讲今日是落雨天但是咱嘛是真快乐来到教会伫遮，咱大家组织来敬拜阿乐咱的上帝。咱即马做伙来练习今仔日的两首圣诗。因写时阵嘛恳求圣神甲咱同在，愿圣神会当感动阮。第一首诗歌是圣诗第192首，列为那活水江河。这首诗歌是一个巴西的圣诗伊的歌词呢是咧肯定圣经上帝话语的功能，亲像活水江河相共，会当互人得到经验。伊嘛亲像天国的种子，为咱来预备永生的宴谢。伊嘛亲像一面镜，互咱会当看见家己好的甲歹的，互咱有知影咱有欠缺，反省咱的信用。嘛亲像摄引的利剑，互真假会当分明。最后上重要，伊嘛会当亲像一支光灯，会当照光天国的路程，带咱经过辛苦遥远的路到天。伫约翰福音第4章第14、12节咧讲，多多记若啉我所要互伊的水，会永远袂喙重，因为我所互因的水，要伫伊的内面，成做水泉，直直冲起来，到永远活。咱上主的话，就亲像活命水泉，互咱会当。对着这首歌，伊真美妙的旋律，咱来做伙来吟，愿上帝的真理亲像活水江河，会当流入去咱大人内心，加做咱的活命快乐，互咱的信仰哪来哪勇行，咱毋惊世上的艰难甲挑战。咱做伙来吟这首诗歌，第192首，列为那活水江河。上帝话的时，咱嘛会当记得伊的教示，
互伊引带咱会当做伙来直到上帝国伊的天庭。第二首诗歌是第154首《救主我亲近你》。啊，这首诗歌伊嘛真短，旋律嘛真简单，伊的歌词真好了解。伊咧讲救主我亲近你，心主神要听，我搭虔诚听候，仰望你出声。咱学习安怎来亲近咱的上帝？第一，咱着爱用专一的心，向上帝来祈祷。约翰福音第4章第24节，伊安尼讲：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着用神，着用精神来敬拜。咱逐工拢甲上帝来祈祷，有一段咱甲上主亲密的时间。另外，咱嘛爱常常读上帝话，就是圣经。耶稣捌讲：我就是路，是真理，是活命。若无对我，就无人就近爸。对读经，咱会当来明白上帝伊的心意甲要求，圣神伫哪感动咱的心，就哪会当得到对上帝来伊的生命的供应。最后，伫约翰福音6章63节，伊嘛安尼写讲：互人我的就是神，肉体也就无利益。我所甲恁讲的话是神，是活命。上帝的话就是咱的活命的来源。咱即马就来专心吟诗，除了欢迎主的临到，咱嘛做伙来详细听主所要对咱讲的话，咱来明白主的旨意。咱做伙来研究诗歌，救主我亲近你。先来准备今仔日礼拜。今日是南澳教会建堂主日，奉献地仔伫座位的头前，请关心奉献，请安静，当心来敬拜上帝，奏乐。
认着阿罗上主，认着阿罗上主的名，上主者的奴仆，踮伫上主的厝，踮伫咱的上帝的厝的院内的，认着阿罗伊，认着阿罗上主，因为上主是好，着唱歌阿罗伊的名，因为这是真妙。三甲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192首，请起立。这是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路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人来受苦，
顶11个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外就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搁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俗体国外，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三甲用启应文33篇来应答上帝的话。启应文伫圣诗后面，启应文33篇。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对真远，你嘛会看出我的心思。我的所行所做，你嘛拢知。你已经知我要讲啥物。你亲手保护我，遐尼关心超过我的了解。走到倒位，我才会当多谢你。我若落阴间，你嘛伫遐；也是去到日落迄边，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叫黑暗甲我遮罩。暗时亲像日时遐尼光。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我若要算，比海山较多。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行为。同心来祈祷，至悬荣光的上帝啊，你的名伫全地极其悬大。虽然山崩地裂，地大震动，大海摇窜到海心，你永远徛在，你永远无改变。你的荣光充满伫天地中间。我要因为你无改变的疼痛来感谢学罗你。主啊，我要全心感谢你，我要保养你一切奇妙的所做，我要因为你的名来欢喜快乐。至悬的上主啊，我要来学罗你的名。阮的对敌时时威胁，要攻击阮，但上帝，你是替阮伸冤的主，你坐伫宝座顶，要照公义来审判歹人，互因伫你的面前袅袅喘。因为阮的主做王到永远，你为着审判安置你的宝座。阮的主要照公义审判世界，照正直判断万百姓。主，你是患难中及时的帮赞，你无弃杀祈求你的人。阮要因为你的公义来感谢学罗你。主啊，你的话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活命，你的话互愚戆人通达，你的话拢是智慧。主，你无嫌阮的卑微，伫古早时你怎样对信仰前辈讲话？今日你犹原在对阮讲话。虽然这个世代黑暗充满罪恶，你犹原对阮讲话。主，阮要因为你的话来学罗感谢你。主啊，总是这个世界充满逐样搅吵的声音，阮的心也常常互世界窜去，直到听袂到你的声。主，阮需要你的帮赞，安静阮的心，天开你安置伫阮内心的天线，对准伫你，求你赐阮灵敏的耳，听到你圣神微小的声。阮将今下知影的礼拜恭敬交托阮的心、阮的耳，
主愿，互阮通听你的话。即时，阮也要照主所教示的祈祷文，同声祈祷吟讲。
请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撒母耳上卷3章第1节到20节，台语汉日本圣经294页。囡仔撒母耳伫以利的面前服侍耶和华。当遐个日，耶和华的话真稀罕，无常常有启示。一日，以利困伫家己的所在，伊的目睭已经雾，看袂明，上帝的灯也袂花。撒母耳已经伫耶和华的殿，伫上帝的约柜遐得困。耶和华叫撒母耳，伊应讲：“我伫遮。”就行到以利遐，讲：“我伫遮，因为你叫我。”以利讲：“我无叫你，你转去困。”伊就去困。耶和华阁叫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去以利遐讲：“我伫遮，因为你叫我。”伊应讲：“我的囝，我无叫你，通阁去困。”彼时撒母耳也袂捌耶和华，耶和华的话袂有启示伊。耶和华第3摆叫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去以利遐讲：“我伫遮，因为你叫我。”以利才知是耶和华叫囡仔。对安尼，以利甲撒母耳讲：“你阁去困。伊若阁叫你，你就讲：耶和华啊，请你讲你的奴仆听。”撒母耳就去困伫伊的所在。耶和华阁来徛地，亲像前几落摆叫：“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撒母耳应讲：“请讲，你的奴仆得听。”耶和华甲撒母耳讲：“看，我伫以色列中要行一项事，互听见的人两个耳孔要潮起来。我论以利的家所讲的话，所讲的到迄日头到尾，我要应验伫伊。我捌甲伊讲，我要为着伊所知的罪，永远审判伊的家，因为伊的囝家己招咒詛，伊也无禁止因，所以我有对以利的家咒詛讲。以利的家的罪过，虽然祭司礼物，永远袂为赎回。撒母耳困到天光，就开耶和华的殿门。耶和华毋敢将异象甲以利讲。以利叫撒母耳讲：“我的囝撒母耳啊！”伊应讲：“我伫遮。”以利讲：“耶和华对你讲啥物？求你毋通隐瞒伫我。若将伊所甲你讲的对我隐捌一句，愿上帝加倍责罚你。”撒母耳就将遐的话拢甲伊讲，也无对伊隐瞒。以利讲：“是耶和华，愿伊照伊所看最好的来行。”撒母耳渐渐大汉，耶和华甲伊伫地，互伊所讲的无一句无应验。对但到别西巴，所有的以色列人拢知撒母耳受设立做耶和华的先知。讲道，请陈美玲牧师讲道。题目是：请讲，牧人敬听。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囡仔撒母耳听见上帝的声，接受上帝的呼召，是咱真爱听，并且嘛，互咱真欣赏的一段记载。咱也认为，我若会当亲像撒母耳遐尼啊清楚听见上帝的声，我就有气力来接受呼召，来随在上帝的差遣。但是，敢真正遐尼啊简单？因为伫圣经内面，上帝的呼召拢是发生伫上艰难的时代。伫安尼时刻，这人虽然听见上帝的声，但是因知影接续落来会发生甚物代志，所以有的人会躲闪。亲像摩西，上帝呼召伊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但是伊认为伊家己口才无好，阁无胆，所以不断伫遐推辞。因为伊知影，伊若接受即个呼召，面对的就是迄个法老王，也是遐不断怀疑伊的同胞。也有人接受上帝的呼召了后，是直接来拒绝的，亲像约拿先知，伊互上帝呼召，爱去以色列的对敌尼尼微城，伫遐叫遐人悔改离开罪。但是你先甲伊讲，伊一声去，无死嘛半条命。接受呼召这个人，等待伫伊面前的就是，毋是遐大富大贵，毋是一件顺事。伊若勇敢回应上帝的呼召，摆伫因头前的，就是恶行，互人惊吓的路。若是安尼，你敢袂欣赏呢？
所以咱毋通将撒母耳听见上帝呼召即个记载美化，诚做是一个温馨的囡仔的故事。因为当时的以色列是一个黑暗混乱的时代，撒母耳面对的是一个四周围的人拢离开上帝的环境。咱若看士师记，就会当知影，当时的以色列人变来变去，顺利的时，因就背逆袂记得上帝，随在外族去拜其他的偶像。等到惨害害啊，才知影讲转来上帝面前。然后上帝怜悯，兴起士师来带领因离开外族的路，但是情形是愈来愈歹。伫今仔日经文有暗示，伫当时的情形，当时真罕得有对上帝来的信息，无定定有启示，这非常的奇怪，因为伫旧约的时代，上帝是一位会讲话的上帝，伊的话带出创造的气力。伫诗篇有讲，上帝一个讲，宇宙就出现；伊一下命令，万物就形成。另外，上帝嘛对人讲话，亲像伊对亚伯拉罕讲话，对雅各讲话，对摩西讲话，对遮个士师讲话，遮个话嘛指示人头前的路。但是到伫撒母耳囡仔的时代，迄时以色列人无王。逐个人拢照伊看做对的去做，百姓无顺服，逐人照家己想要爱去行。但是上帝无讲话，无表示上帝就承认，上帝就接受人的行为哦。反正上帝无讲话，这是上恐怖的惨景，因为就亲像圣经所讲的，无上帝的指示，人民就放纵。当上帝毋愿意出声管教，就亲像咱对一个人切心狗，爱随在伊去啊啦。所以伫迄个时代，既然人无要听，上帝就无阁出声。但是上帝的听无强真，伊无完全来放弃人。第3节甲咱讲，上帝顶要得道。上帝顶点伫圣所的内面，即个所在只有祭司才会当入去，所以祭司半暝啊，因爱值班，爱去维持这个顶。无油的时爱添油，顶心长的时爱修整，互顶袂花。照理讲，即个做祭司的以利，伊应该伫圣所敬请照顾遐个顶。但是以利竟然将这个重要责任交予新学生撒母耳，家己较伫家己的房间伫困。当然，以利年老，身躯虚懒，目睭蒙雾，倒伫眠床情有可原。但是伫遮毋若是显出伊年老的问题，伫遮是讲伊的灵性嘛出问题啊，并且是一段真长的时间已经出问题啊。所以以利伊才会误解撒母耳妈妈的祈祷，认为讲汉娜是啉烧酒醉，伫遐戆戆念。咱嘛看见以利的灵性已经衰烂，所以伊无力管教因两个后生，互因伫遐学袂来。以利嘛已经真久无听见上帝对伊讲话，才伫撒母耳第3摆听见上帝的声了后，甲认出讲，迄是上帝在讲话。所以咱看出，连服侍上帝祭司拢安尼啊，其他百姓的灵性就毋免讲啊。但是伫遐尔啊败坏的时刻，上帝顶要得道，是上帝互即个顶继续得道。伫无人照顾的情形下面，竟然无花，这是上帝的怜悯。是上帝替百姓伫黑暗中指出光明的一条活路。伫上黑暗的年代，上帝也无离开，上帝继续在做工。所以伫即时，上帝需要毋是一个精英，上帝需要是一个愿意滚地、顺坦伊话的人。当时的撒母耳只有12岁。
犹太人认为12岁就是一个大人，但是撒母耳到底又是一个少年人，所以伫暗时伊的肉体真软弱，伊就困去啊。并且经文嘛甲咱讲，撒母耳对以利遐学习律法，但是伊要未甲上帝建立关系，伊要未对上帝遐得到启示。所以撒母耳伫人的标准看起来，伊毋是一个完美的人选，但是上帝较拣选即个囡仔来进行改革。所以咱嘛看见上帝的呼召，无分年龄、地位，无看经验也是成就。当伊找到忠心、愿意顺担的奴仆，伊就会用人所想袂到的方式来呼召。兄弟姊妹，你敢有想过上帝的呼召会临到你？这个呼召可能毋是去读神学院的迄个呼召，嘛毋是去做宣教师的迄个呼召。这个呼召看起来嘛，敢若毋是遐尔伟大，甲大使命嘛无关系。但是你敢愿意伫搅扰、复杂、黑暗的环境，安静心去听上帝的声咧？你敢愿意顺坦伫逐方面装备家己，来接受上帝随时的呼召咧？因为每一个时代，拢需要有人来回应上帝的呼召。咱即个时代无比撒母耳的时代搁较好，但是上帝的工人伫倒落咧，所以上帝非常的着急。伊看见即个百姓惨淡的一个灵性的状态，伊不断地呼救人，所以伊4摆伫遐叫撒母耳，撒母耳。伫救恩的历史的内面，上帝嘛不断地呼叫。阿要来喊，阿要来喊，摩西啊，摩西，扫罗啊，扫罗。上帝的呼召中复佮紧急，伊毋望人会当听见伊的声，然后来回应。咱嘛会当伫经文内面看见回应上帝呼召的人的一寡特质。亲像撒母耳有伊的第一项就是伊的警醒。因为有的人困去的时是安怎叫拢叫袂醒，但是上帝一出声，撒母耳伊就听见。另外，咱嘛看见撒母耳伊忠心、顺坦、佮温驯。当伊掠做老师以利在叫伊，伊就起床，毋是毋甘愿的慢慢啊行去找老师哦，伊是走去找伊的老师以利问讲：我伫遮，你叫我哦。几啊摆以利拢讲，毋是我无咧叫你，但是撒母耳伊不厌其烦，伊无生气，拢紧紧走去以利遐，问老师讲：老师，你有啥物代志咧找我？咱看见以利即个老师，伊的灵性虽然无敏捷，但是好佳在伊要相信上帝是活的上帝。所以第3届了后，伊意识到这是上帝咧讲话。所以，伊教撒母耳安怎回应？你搁去困，伊若搁叫你，你就讲：上主啊，请你讲，你的奴仆在听。你的奴仆在听，是奴仆伫面对主人的话的时的一个用语，意思就是讲，恭敬的听，然后准备好家己，随时去遵行即个主人的命令。听对以色列人来讲也是非常的重要。伫申命记6章第40到第70有记载讲，以色列人要注意听，上主咱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恁要专心、专情、全力听上主恁的上帝。我今仔日命令恁遮的话，要记伫心内，嘛要温驯教示恁的囝儿。无论伫厝内坐，伫路里行，倒地也是起来，拢着念互听。听，毋是讲即耳入去，迄耳出来听，是爱记伫头壳内，爱去实现出来会听。就亲像是一个奴仆，当伊听见主人的吩咐，就爱记伫，然后去实行。撒母耳会听，
甲以利两个后生的听产生非常大一个对比。伫第2章，以利有考劝伊两个后生讲：“哎呀，你毋通阁继续行歹。”毋过这两个人毋肯听老爸的话，但是撒母耳伊听上帝的话，伊听以利的话，然后伊愿意去行。伊听上帝的话，咧成做伊先知积分的开始。所以对撒母耳的听，互咱看见，罗卜是伊的位置，敬听是伊的态度。服侍主的人，伊若无徛伫正确的位置，伊若无存一个正确的态度，是无法度成做上帝的器具。所以咱看见上帝呼召临到撒母耳的时，是搁紧搁清楚。但是安尼声，敢有临到我？有一个公司伫应征无线电操作员，所以有一群人等伫遐准备要面试。毋过因拢无注意到讲，伫放送机迄个扩音器传出来一个滴滴答答的声音。突然间，有一个应征者就走入去迄个经理的办公室，无偌久，伊就出来，对其他应征面试的人讲：“我互录取啊！你哪会较早比阮互录取咧？”迄个人拢感觉真奇怪。迄个人回答讲：“恁拢伫开讲，无注意即个扩音器传出来的信息。即个传出来的电码发出信息讲。”若第一位知影即段电码伫讲啥的人，紧入来办公室，就会互录取。即个人用安静的心，用灵敏的耳去听见即个电码的声音。上帝的声嘛，透过圣经，透过圣神，透过咱的祈祷，伫向咱讲话。但是咱灵性敢有灵敏到会当去接受上帝的呼召咧？也是咱根本无存一个敬畏的心，直到属灵的接收器暗淡，无法度搁去接受上帝的声咧。当然，咱会听见真侪的声。当咱听见声音，咱爱向上帝来求印证，因为魔鬼也会对咱来讲话。所以，咱需要搁较侪祈祷，因为若是上帝允准，上帝引带会哪来哪显明。撒母耳伫第4摆回应上帝呼召了后，第一个考验就出现啦。上帝爱伊将一个插耳不幸的消息来宣告，予伊的老师以利知影。伫迄日，关系以利的家，我所讲的代志拢会实现。我有甲伊讲，我要永远审判即家。伊知伊的囝有犯应该受咒诅的罪，阁无甲因谴责。所以我对以利的家咒诅，以利即家的罪，用生礼祭物嘛袂当得到赦免。哇，足严重的一个罪。虽然上帝进前已经甲以利讲过这个话，但是叫一个12岁的囡仔，向伊的老师讲出安尼的宣告，实在是一个真残忍的一个考验。因为一个祭司的家永远要互上帝废除呢，这是要安怎讲出来的？若是你敢要讲？上帝也毋通啦，上亲近的人上歹讲，你叫别人去啦。但是这就是先知的角色，无论什么事，无论什么话，只要是上帝爱你讲的、爱你传的，你拢爱去讲。撒母耳敢有真勇敢一个就去讲？无，伊足惊的呢。这互咱看出，伊要是一个囡仔的本性。但是以利知影讲，上帝袂随便对人讲话，所以伊有一点半威胁，对即个撒母耳讲：上主对你讲什么，你毋通甲我隐瞒。你若将伊甲你讲的对我稳重一句，愿上帝加倍甲你处罚。请咱注意哦，以利教导撒母耳爱顺服。叫伊毋通隐瞒上帝的话，但是以利敢有安尼教伊的囡仔咧？伊无呢，伊无教伊的囡仔好好啊顺服呢，伊嘛毋捌对伊的囡仔讲严格的话呢。所以真可惜，
伊利虽然是一个真好的老师，但是伊较毋是一个真好的老爸，因为伊尊重伊的后生，过头尊重上帝。但是伊嘛非常清楚，因为上帝进前已经甲伊讲过啊，上帝无阁伊讲话。上帝对撒母耳讲话，这表示上帝已经将伊祭司的职分转互撒母耳。伊嘛知上帝对伊讲的遐个话嘛要实现啊，所以伊才会对撒母耳讲，伊是上主，上主会照伊看最好的去做。当撒母耳将上帝的话宣布予伊利的时，就开始伊先知的职分。伫遮有一个真有意思的文学的用语。圣经讲，撒母耳伊早起天光困起来时，伊开上帝的殿门。当然，这是伊做学生真日常的工课。伊嘛无因为昨暝互上帝吵几啊摆，就赖床就晚晚起。伊要按照这个时间去开圣殿的门。但是伫遮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当撒母耳将圣殿的门拍开，互光照入来，伊就成做上帝甲人中间的沟通的一个角色。伊要带互迄个时代一个新的愿望。兄弟姊妹，当咱领受呼召，一定会亲像撒母耳的迄种惊吓甲怀疑，哪有可能是我？我是要安怎做遮个代志咧？亲像我拄入去神学院的第一年，就拄着我的宿舍火灾，我打买的全新的册拢烧了了。迄时我自我怀疑讲，可能是上帝无爱我读神学院。毕业了后，我互派到一个拄啊开拓无几年的教会伫遐做传道。教会无钱无舞会，甚至我的小会议长叫我将发展基金拢用了了。迄时我嘛真怀疑，到底我是伫做甚物？伫做牧师的20年，嘛定定拄着真恶担当的难题。我嘛定定会惊到咧问上帝讲：上帝你呼召我，但是你若无来处理即个代志，互我遐尔啊艰苦咧。但是非常奇妙的是，伫遮声音出现了后，上帝甲人的帮助甲安慰拢会入来，互我感受到讲，我的性命就亲像诗篇23篇所讲的：上主是我的牧者。我无欠半项，我虽然软正，但是我的上帝互我通倚靠。兄弟姊妹，真做一个勇敢的奴仆，毋是咱生落来就有的一个能力，是咱伫服侍过程中间不断去回想上帝的信息，不断去回想上帝过去的带领，上帝的应允，咱的勇气才会慢慢生出来。并且，这个勇气随时嘛有可能会救回去。但是我相信，伫撒母耳伊了后的服侍，伫面对极大艰难的时刻，这个12岁的经验会带予伊无限的一个气力。所以，咱嘛毋通看轻任何一摆甲上帝有接触的属灵的经验。这个经验可能发生伫你读圣经。伫你的祈祷，伫你参与教会的礼拜中间，上帝拢有可能会使用伊来成做呼召你的方法，来成做你服侍勇气的来源。所以咱毋免惊，因为上帝呼召的人，伊绝对袂等伊伫边啊。上帝亲自塑造伊要使用的人，就亲像伊塑造咱，亲像伊塑造撒母耳共款。所以19节，互咱看到撒母耳渐渐大汉。撒母耳毋但是身躯的大汉，伊的智慧、伊的灵命嘛共款在成长。所以上帝立伊做先知，上帝甲伊同在，互伊所讲出来的话，逐句拢实现。这证明撒母耳确实是上帝所拣选的先知。兄弟姊妹，每一个时代拢有假的先知的存在。这假的先知嘛会讲虚话的话，甚至嘛会行新约奇事。但是因所讲的，毋是所有的代志拢会实现。
伫《申命记》18章22节有就教咱安怎分别即个假的先知。伊伫遮讲，先知奉上主的名传达的话，若无实现、无应验，这就毋是上主的话，是迄个先知大主大义讲的，恁毋免惊伊。咱看见即个时代有偌济假先知，因伫遐讲上帝要阁来啊，因伫遐讲耶稣要阁来啊，迄个世界末日要到啊，甚至迄个日期因拢讲甲真清楚，但是敢有实现咧？无。但是咱看见圣经甲咱讲，撒母耳伊所传的是对上帝遐来的，所以逐句拢实现。撒母耳做先知的时代是一个真黑暗的时代，但是撒母耳伊愿意讲出上帝爱伊讲的话，无温柔、无好听的话。这是因为伊伫伊养成的过程中间，上帝一步一步的塑造甲带领。咱若回想撒母耳伊的成长，无一项事是无意义的呢。伊的妈妈是一个敬虔的妇女，愿意将即个真无容易得来后生献予上帝。即个妈妈嘛，每一年会替撒母耳做一领衫，来献祭时顺续摕予撒母耳，互撒母耳会当享受到亲情甲老母的疼。当撒母耳伫圣殿的内面，当然，伊嘛会看见祭司以利两个后生的匪类，但是伊无学习因呢，伊敬请，伊顺服，伊温驯，伊嘛学习律法，学习献祭规矩。所以，上帝伫伊成长的过程来养成伊、备办伊，成做适合使用的工人。上帝呼召真正非常奇妙，咱人无法度去测度上帝的业力。就亲像罗马书有讲，万项事互相运作，互遐听上帝的人，就是照伊家己的旨意选调的，拢有利益。毋若撒母耳，圣经也是历史内面所有互上帝使用的人，拢毋是生落来就是信心的老爸，拢毋是一出现就是属灵的大汉人。这些人拢是伫爬起来，佮跋倒。爬起来，佮跋倒的中间，蹒跚前行，也真艰苦的来向前行。但是，这些人拢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因谦卑，因愿意顺服学习，愿意互上帝拍破，愿意互上帝来塑造。咱来看耶稣的学生彼得，伊上有自信，敢若是12个学生中间的班长。但是耶稣互人卖迄面。加咧叫以后，伊的自信规个崩盘。伊才发现，原来伊毋是亲像伊家己所想的，哈尔啊相信耶稣，哈尔啊勇敢。但是伫耶稣过活了后，3摆问彼得讲：“你有听我无？你有听我无？你有听我无？”彼得定心来得到塑造，伊将家己交予耶稣。保罗嘛是。保罗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伊伫大马色的路里，伊准备要去掠基督徒的时，互耶稣呼召。但是这个呼召互伊变做痴迷，伊啥物拢看无，需要别人牵伊，伊才会当行。并且，这个啥佫爱伊去接受一个叫做阿那尼亚的基督徒的教导，这非常大的冲击呢。一个犹太教的精英。过去伊的目睭是用来读律法的，过去伊是在牵教这犹太信徒的，哪有需要人来牵伊，哪有需要人来教伊？但是上帝用安尼方式破除伊的骄傲，互伊知影伊爱对头开始。后来保罗起造教会，将福音带到外邦人的所在。所以兄弟姊妹，当咱愿意勇敢领受上帝的呼召。其他的上帝就会负责，上帝就会起造咱，互咱哪来哪合伫伊的路用。当然，接受呼召的过程是非常的辛苦，因为咱一定要离开咱舒适的所在。但是上帝应允，伊会甲咱同在，伊会供应。咱需要做的，
就是顺探，咱需要做的就是军队。搁一届强调，呼召毋是去读神学院，毋是去做宣教师，才叫做呼召。上帝的呼召是咱全人的，上帝伊要使用咱的一生。上帝的呼召嘛是全面的，伊爱咱用咱生活每一个层面来回应伊。所以咱会当详细来查看，伫咱四周围有甚物款的所在需要咱。有啥物代志是咱会当做的？当然，咱爱先祈祷，咱爱找咱属灵的领袖来参详，然后咱就勇敢去行吧。希望讲咱会当回应上帝的呼召，兄弟姊妹，上帝需要真侪工人来甲伊三甲做工，这毋是上帝无气力，伊才需要人。但是上帝要互咱伫甲伊同工的过程，看见伊的奇妙，看见伊的奥妙。所以咱教会真侪的所在，真侪时光拢需要足侪人来做伙同工。咱有社区的时光，咱伫公园跳赞美操，咱伫学校带生命教育，咱伫咱的教会伫带遮的真特别的遮囡仔，咱有上年大学的遮年长的人需要关心，咱有太侪时间需要兄弟姊妹做伙同心，做伙来做。但是你敢愿意接受咱的呼召？希望讲咱会当将今仔日这段撒母耳互呼召的经文藏伫咱的内心，咱继续来面对上帝的呼召，求上帝赏赐予咱勇气，会当来回应伊。主啊，你的奴仆伫遮，我伫听，请你垂听我。咱做伙来祈祷。主愿恳求你呼召撒母耳的声，也共款地呼召阮。主愿知呼召毋若是去读神学院，毋若是去做宣教师，你呼召阮伫阮的职场，伫阮的家庭，伫阮的社区，伫阮的社会，甚至伫阮的国家。主恳求你使用阮伫无共款的位置，互阮所接触每一个人，都会当看见阮是一个受差遣的人。恳求你使用阮，帮助阮。当阮对生活真累积、失去信心的时，恳求你搁一届加添你的气力，互阮知你差遣阮的时，你会备办所有阮需要的一切。阮将阮家己献伫主你的手里，恳求你来使用。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掀开周报来读今日的金句，请咱做伙读2遍。因为咱众人的确着显明伫基督的工作前，互逐人照伊对身躯所行的代志，或是好，或是歹，来受报应。哥林多后书5章第10节。因为咱众人的确着显明伫基督的工作前，互逐人照伊对身躯所行的代志，或是好，或是歹，来受报应。哥林多后书5章第10节。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154首，请起立。我的偏心天空。
请坐。奉献，请将捧仔执事、赖伊家执事、廖民署执事来负责奉献。请起立。请坐。报告，请看旧报第177页。消息报告第3点，教育组定今日下晡12点半要举行电影分享会。第4点，6月7日拜六早起时8点半要举行暑期花莲庆丰读经营第3摆的筹备会，请队员参加。奉献部分后错误，请往中级订正。就间聚会甲圣工，甲下晝圣工事奉的，请家己看。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好，即时咱来公道，咱为着世界，为着台湾，为着宣教师来祈祷。那么为着建堂的事工来祈祷，为着同样咱的事工、社区的事工、咱教育内部的事工、礼拜关怀的事工来祈祷。那么为着怀孕的姊妹雨乔、木仪、淑芳、燕纯，嘛为着大院的陈祖范弟兄，嘛为着身躯欠满的志金姐、林翠长老、任杰兄、佑春姐、若景长老、林阳姐、招荣兄、信实姐、慧玲姐。白长老娘、阿卡姐、西江兄、明珠姐、邓妈妈、道明兄、俊行兄、张老师、龚基姐、陈基雄长老、怡礼、素梅姐、方梅姐、明理姐、阿菊姐、郭元兄、佑庄兄，互咱开喙为着这机体，为着这事来祈祷。做伙组织伫遮祈祷，为着身躯欠满的遐姊妹祈祷，
恳求你帮咱伊相处互因信心，为着怀孕的姊妹祈祷，恳求你保守遮的姊妹，互因甲因巴肚内囡仔拢会当平安健康。阮也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恳求你看顾阮的教会，无论是阮的遮的日常的事工，是阮简单的事工，恳求你拢使用，互搁较侪同工愿意来回应呼召，互你来使用。所以阮也要为着各地宣教士祈祷，恳求你保守遮宣教士，因拢平安。主，阮感谢你，互阮组织伫遮做伙来祈祷。主，恳求你，互阮带着信心来祈祷。虽然阮真软正，总是主，阮相信阮祈祷的是大有权能的阿爸爸。主，阮也相信你会供应阮的需要。总是无合理之意的，也恳求你，互阮学习顺服。主，阮要为着兄弟姊妹的身躯来祈祷。有兄弟姊妹伫大院伫处理疗养的，恳求你赏赐因有气力，和帮助因，互因有对你来的信心，也互因伫病痛中间会当甲你有哪来哪亲密的关系。我嘛要为着阮的教会的遮个怀孕的姊妹来祈祷，恳求你保守遮个姊妹，甲因巴肚内囡仔，互因拢平安健康。也为着阮的教会的事工来祈祷。无论是遮个社区的事工、教会内部的事工，也是阮建堂的事工，恳求你拢起造阮的教会，帮助阮，互阮会当伫你所交托互阮的事的顶面，会当献上阮家己，互你来使用。阮也为着各地宣教士祈祷，主特别伫即个真黑暗的时代，真侪宣教士因伫真危险的所在伫传福音，恳求你保守因，互因甲因的家庭拢有上帝你的同在。也带领阮的台湾，互阮的台湾虽然受到对方极大的威胁，总是互阮会当勇敢。总是主，阮也看见阮台湾的同胞有真侪人也袂认捌你，这真做阮上着急的代志。恳求你呼召阮进入阮四周围也未信的朋友的中间，互因透过阮会当看见耶稣基督，互因会当来看见耶稣基督美好的款式。主，阮也要为着世界来祈祷。恳求你帮助即个世界，即个世界有充满侪战乱，也有所在有天灾，有所在有真大的破坏，对人的无尊重，真侪人生活伫黑暗的中间。主，恳求你会拯救你的人民，也透过基督徒的祈祷甲敬请，互阮会当来成做你所使用的工具。主，恳求你保守帮助阮所有兄弟姊妹，伫新的一个礼拜，每一日阮有你的保守甲看顾。互阮虽然会拄着危险，总是互阮会当伫危险的中间，搁较倚靠上帝，会当得到你的救赎，也帮助阮每一日会当行出合你心意的生活。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时来吟圣诗391首，请起立。吟诗后，请牧师教导。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永远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